讲就是讲因为啊，咱这个南部吼，对吼，比如讲来讲，那么呢，这一个经济的咱这个这么一个开始我们来吼，非常传统的、非常扎实的哈。我们做的我也知道啊，开始我们来开始我们来哦，哎，咱们独立讲到独立的。谢谢李龙先生哈，过来看一下不一样哈，来看一下这个哈，来自佛陀福。